若人生尽心，得果降贤真。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如果是任何一个人又从内心里面产生赞的心，比如说我们就是赞美菩萨，看到菩萨的行为，或者是看到一个人的他的一些善良的功德，他的一些功德就是一些善事，看到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呢就是赞美他，赞叹。我们就是佛菩萨都是有说，佛经里面也是有说，看到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点点的功德，我们哪怕只有一点点从内心里面欢喜心，也是功德都是一样的会得到嘛，对不对？对。那这个一样的，我们就如果是前面我们已经刚刚讲完了，对一个菩萨做任何的伤害他，或者是产生不好的分别念。不好的就是念头的话，他的罪果就是这样，下地狱只是下短暂的时间感，然后就是那个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有很严重的区别。所以刚刚前面的那位比丘下地狱的时候，他的地狱当中的时间是都根本就是连那个目犍连都看不出来的一个这样的那么多次的一个地狱当中的时间。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痛苦来说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过嘛，对不对？对。同样的，如果是我们为菩萨做一点点赞叹或者是赞美的话，那功德也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这不是说是一点点的功德。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也是有一个同样的。有赞美的功德呢，就是再有前面所讲的一些业力，比这些业力更怎么说呢？整倍的、加倍的功德。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有菩提心的人有能够可以具备这样的功德的人，我们应该要去做顶礼皈依的方面。佛者随逢难，善真罪不生那么对这些佛子菩萨，我们做任何的赞美他，然后做任何的这种对这些佛子菩萨作为任何的功德，都是这个功德都是日夜都是会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呢？菩萨本身来说的话，就是不会造业的，不会为了自己而造业，就是断除自己的生命也是会能够可以布施的，有这么大的发愿发心。所以平常我们就是在密法当中都是菩萨都是叫永实的原因都是这样来的。那么就是一个普通人来说的，那当然就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就是又做不到的。然后平常的时候好像都是可以。也是很善良，什么都可以在处处的可以做一些那个发心但是如果是真正的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那就没有办法做到的。就像平常我们也一样就是平常时间都还好的时候，可以修行，可以做功课，那么但是这家庭有一点点的大一点的事情的话，那当然就这个事情先放在这里，工作的事情比较重要的时候，先把工作的事情放在第一。然后修行的时间呢，就是放在第二。那这些都是我们就是有正在修持的这个路上，当然也是没有太大的办法，但是我们就是正在进行、正在努力的过程嘛，对不对？但是菩萨来说了，就是不会把这些实践法放在第一，然后一切都是一切众生放在第一的。以这些的菩萨佛子嘛，我们就是赞美他，我们就是做供养他，我们就是做任何的这种随喜赞叹的时候，我们的功德都是日夜增长的。接下来何人生此心？我理与人生，随力愿离乐，归尽以乐园。那这个部分呢是什么？就是讲到的，就是一样的，就是菩萨。菩萨是有菩提心的所以就是有菩提心的菩萨。任何一个人产生了菩提心，开始呢就是要
我们变成我们就是要作为顶礼的对境，相当就是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他有菩提心，我就是可以对他的身对他的欲对他的意都可以作为顶礼的一个这么殊胜的对境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人做一些伤害，他也是不会报除，而最后变成能够可以结上善缘的这个因，这就是谁呢？这就是菩萨。除了菩萨以外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众生能做到这样的。所以这些是什么？都是菩提心的功德。那这些方面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那么就是菩萨为一切众生做布施，做那个学入的布施，做生命的布施，做一切那个身体上的，做眼睛自己的眼睛伤眼的布施，做就像那个龙树菩萨就是要布施自己的头的，很多这些就是佛跟菩萨的这些故事当中有很多很多。那今天我们就不用做特别多的解释，现在今天用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现在已经4点了，然后就是你们也要做断法共修，然后呢，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今天这样就《菩萨行论》当中的第一品菩提心的功德品就讲解圆满了。然后这就是是不是讲的特别好，讲的很圆满，这个就是说不上来的。但是我们就能够可以起一个引导的作用的话，那就非常好。所以大家呢，就是一定要知道。这个方面我们讲过一次菩提心的利益品功德品的话，那你们就不能忘记，这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为什么不能忘记没有忘记的情况下，你们会有一个心想要学习菩提心，就有各种的想法。你们就可以看其他的这些诸菩萨行论的揭示的那些书本里面，看有没有讲错。你们就说公布仁波切有没有讲错？他好像讲了很多，但是有没有讲对的地方跟讲不对的地方都可以去想看，没有问题。看的话，那就是如果是发现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不到位的地方，是肯定有很多很多。但是如果发现讲错的地方，也是很有功德的。那因为就是书本里面，就是因为这样，你就可能应该有更好奇、更能够可以想要再看一下。有这种想法的话，就可以学到。所以呢，我呢就是一直在想讲的时候一直在讲，只要是你们有听的情况下，我都有尽量的讲，很多都是。那我就是已经放下了一个东西，放下了什么呢？放下了有没有人说我，有没有人笑我，有没有人骂我，这个方面我都已经放弃了。然后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目的是什么？能够可以，我讲了100多句的里面呢，只有一句对你们其中任何一个人，只要有一点点的帮助的话，这就我就已经是心里就很满意了，而且是非常感恩一切诸佛菩萨，非常感恩我的上师们。然后呢，就是同时你们也一样的，就是多看书，然后多学习菩提心。我们没有比菩提心更重要的在一生当中，好不好？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在下礼拜开始呢，就是继续讲普贤上师言教的金刚萨埵的观修。然后金刚萨埵观修下一礼拜开始讲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知道，不管是有多少人来，只要有一个人来，我也是一定要讲。但是呢，就是我有一个要求希望2点钟准时要到达，2点钟准时要到达，那我们就可以在上次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有一点点，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我自己的问题那就没有按时讲课这样的情况下，人是这样，好的习惯没有办法学，但是不好的习惯马上可以学会。所以呢，现在开始你们也可以2点钟开始讲的话，你们有些人只有3点钟才到，然后2点半才到，3点半才到，这种习惯是谁来引起的？那这个当然我也承认是我自己引起的，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不够努力的地方，是可能是过去，不是可能是一定是我自己过去的业力。所以呢，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大家要努力改变这些不好的习惯，
那我们讲课的时间呢，就是准时的2点钟的时候，我也是准时上法座。然后这个时候呢，前面有1个人我也要继续讲，2个人也继续讲啊。那么有多少人就多少人，这个就不管，好不好？好，那我们就可以做回向啊。愿此讲法以及平法之功德，和从无始以来自他生苦欲所修持的一切善功德，以及一切诸佛菩萨上师善知识们的无量功德，三界众生的一切善功德，悉皆合集，回向于一切众生。祈愿无论在何地何处之高深大德上师善知识们，常住主持，法轮常转，祈愿吉祥安乐之愿力，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殊胜教法常住主持，度化一切有情众生。祈愿六道一切众生各解脱各自痛苦，获得圆满世生无执正等觉佛陀果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是一法身，同生极乐国。以此功德愿证佛的心，降伏烦恼愿对治过患，善法并施向阳之佛法，愿度众生解脱轮回海。万处势力仰望者，普现慧心一忽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具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现殊胜心。祈愿患病诸有情，亲自解脱疾病苦。众生种种一切病，永恒不再受病痛。祈愿永无聚散消，至上弥久得成就。空行一切罗刹根，具足圆满之见性。于佛所三生之家者，法心不变真谛之家者，三种不退业乐之家者，如是回向法愿俱成就。对呀，对呀，复合。好，谢谢大家，非常圆满。谢谢。哎呀。自本作人着